素食馆啊，苗文素食馆啊。哦，夏云农会先安，夏云乡公所。人啊恁啊，哎呀，安尼用啥物？用迄个饲料袋啊呢，还是毋免？哎，网啊落，网啊落呢？哎呦，网啊，安尼水会通了对，嘿嘿，爱咬。哦，佮整甲遮水啊，大陆妹，爱咬伊啊！哎呀，安尼毋来去买种啦，买大陆妹毋来去买材啊。买材啊，无家己啊，家己啊较省。啊，这拢你家己啊？家己啊。啊，你遮咬，哦，哎，好，咬，谢谢。哎，这用啥物土啦？一般土落呢，哦，啊，袂爱用啥物肥？ 43哦，43个肥。哦，啊，阮啊也43个肥，在叶啊拢会用，迄毋知等阮呢。啊，你看伊敢是囥甲烫着？我拢甲囥伫咧头仔边啊，囥好。对啦，你也都边啊。我拢甲囥一大网。安尼啦，乌土乌在边啊，无囥遮，啊，你可能用，啊，就搁甲暗起来啊，哦，安尼。你了解到边啊？烫着，你了解烫着。遐厉害。哦，遮济学问的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也肥，下次有的人就是烫着啊。哦，原来肥会烧的哦。哈哈，哎呀，啊那原来肥会烧啦。哦，这嘛水啊，这啥物事？当做你是要来拜拜。哦，我拢咧翕相咧录影啊，咧做网络电视台哩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哩。哦，啊，这啥物龟啊啦？啊，这烤龟是安尼哦，嘿嘿，这烤龟啦哦，大开眼界。啊，这大开眼界啊，这是烤龟啊，嘿嘿，这是烤龟啊，毋捌看过烤龟仔啊生安尼。烤龟的花生安尼，烤龟的叶啊生安尼。生啊啦，这包起啊。哦，我想讲啊，包起拄仔袂喘气，才会使。对啦，啊，遮落了有喘气，遮你无看看。哦，原来迄拢有学问的啦。哦，原来迄拢，原来啊有，哎呦，毋捌忝歹。我这原来这跳破哦有。哎有空的，有空的呢。啊有迄个人我喘气，无你这个安怎喘气？我看人迄金蕉嘛，用迄个做饲料袋啊，封开，封开到迄个袂喘气啊，才会使哦。啊，这用迄个做，哦这，这做啥物袋啊呢？买这牛皮纸袋。卖菜啊，卖着有啊。哦，卖菜咧卖，遐就有牛皮纸袋嘛，会使包。啊包啊，头芳也袂解呢，包芳也袂掉呢。包芳也袂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高白菜啦。哦，高白菜啊，我都种种个，安尼可能这各一种菜拢会当种哦。哦，啊，但大陆妹有那做好价啊，大陆妹一斤才几60哦，做好价。遐咬，哎用这人啊安尼，啊网啊安尼水压会透水嘛。啊，你若用饲料袋可能透水伤不够好。啊，人安尼种甲遮好势。元宵节过后好像通得到6架赤山岩赤山岩，也加赤山岩，观音佛祖的庙，真香哦！也加赤山岩，观音佛祖庙，真香。呵呵。哦，讲个黄昏光月角，黄昏光月角就是安尼。还有看2个人物，看这黄昏光月角。
công nghiệp đó. 门神跟一般的庙呢不一样的，这是四大天王的像呢，四大天王的像。一般的庙是狮子，这是麒麟，麒麟龙头，狮子身呢。 麒麟，这是麒麟呢。土生娘娘有土地公。看我那个叫藻井啊，藻井，神元山庄有圣堂，那上面叫中型，中型就是做的那个比较深的。 原来那就是藻井，有的古庙都是八卦，蜘蛛、结网啊，藻井。韩宜弄村呢、那韩宜弄村呢、哦，礼拜四晚上啊，礼拜五下午都有活动呢。哦，中影猫岗尾的天后宫也有活动呢。哦。猫岗尾天后宫到台南的四天大天后宫，猫岗尾天后宫开机吗？麻将，台南大天后宫啊，镇南麻将。嗯。哦，你看三省堂也有绕境活动，它是第6架，赤山龙湖院，进行农历2月10号。
哦，你看那正头咯，那么正头的都是要花钱，高飞机开了哦，上万的大轿车，看那咩舞蹈，然后拢爱报名爱43000块，12包家丁爱5万块，16名爱15万块，高跷才高跷。才高跷挣13名4万块，落地吹25人要2万块，走在路上吹的吹一季那个21个人要8万块，前导车6000块，水景歌仔戏要3万5千，哎呀，那素兰小姐证要3万2千。那舞蹈芭蕾要4万3千，古花镇11名要3万2千，哦，开路鼓要1万5千，大轿车1万，运动饮料要100箱，哦，我爸女子乐队哦30人要7万5千，我女子乐队30人要7万5千，现金啊50担哦。矿泉水30斤，运动饮料180，还有香烟的，有的都戒烟了。哦。哦，系啊，要留下来好啊，遐款。拜四阴暗到活动啊，拜五下晡啊，到阴暗嘛拢有。阴暗7点半，摸彩大放送。拜六礼拜水蒸哦，你看。哦，好诶，好诶。很特殊的，你看，香炉还接上那个环保，香炉还加上环保。哦，你看环保，先有管子这样接上，接过来。让那有沉降，沉降就是油会滴下来，然后剩下的空气再挥发掉。如果没有这样啊，它那个油就会流到污染环境了。你看有收集油的地方，这样就有收集油的地方。哎。那是空气可以流通的嘞。哦，这土都很美。哦，要整治。五爷将军，还个有石敢当，石敢当跟那个五营也有关系啊。还有原来以前看到石头那个就是代表五营哦，像那新营那个北营将军亭旁边也是有石敢当啊。原来
五营都有石敢当呢。中营李元帅那个就是中坛元帅了，就是太子爷宫了。太子爷宫呢，李哪吒。你看，然后东营张公胜者，然后南营萧公胜者，西营刘公胜者，然后北营连公胜者，领军，然后元帅公胜者兵马。元帅是中营的，李元帅公的是公胜者，就是其他4个营，东西南北营胜者。都有兵马数万千啊，东营兵啊，西营将啊，南北营兵马数万千啊，弟子来学习啊！弟子来学习，五营将军慈悲，让弟子学习。